다들인데 근데 정말 참으로야 나도 들리기 심지어요. First of all, today I would like to wish you all good morning and welcome. 나들이야. 다들인데 안 뭐랑 의식이 다 송주치 아니마 타마도 차리요래. 那么今天是祈愿法会正行当中的课程最后一天。나들인데 다 가장 혼수는 신기. 에너지 보도에 실업을 문제 안달이 지시 연구는 슈바도 잡고 충분히나 안에 차도야지 가라가고 싶다도스 안달은 대마 숨이 숨지마도 치요 말해 就像昨天有谈到过，我们这一次的波多瓦大师的修心絮语，如果是就是念一段解释一段这样子的教学下去的话，那很难说这一次能把它教完，所以也的确前几天当中也只讲了2到3页而已。第一讲了，还是说他，다리 딜레 인주스안에다 직시하나 뒤주충나 이제 롱기 소르지 다리마 롱기 소르지 만되는지 이게 아주 다른 내용의 상으로야 지 타나 지 가주 보도에 치료를 미기 롱점식 이게 아주 상으로야 탑이네요 오면로선 디다지 뒤주충나 우주를 치기 뒤주면은 다시스케는 所以我在想，如果没有时间的话，那可能最后我就给予这一次就剩下部分就念过去，也让各位得到一次这个波多瓦大师的一个完整的口传。但如果努力的话，我也会试着将它解释完。다 당부 치료를 문제 많이 되잖아. 발급되는 냠소녀와 지라에 닝네 랑도 치와 샤마지 되나 되네 천디 뢰통바지 옹 최이 심마 샤마지 대른데 팅바이 알람나 심바이 추윤구로 추바이 연den께와라 측네 난게니레 상부지 예베 갱행이 노벌 민유버 추추신도 체 최네 지게시아바신도 제바 옹와이 천디라 로마로나 却不的穷些些，听不全部，上阿姨过兄弟，你们son住都讲讲，没叫他们把它贴上没。接着念诵内文，这个阶段该做的修持只有一个，就是发自内心真实意念死亡，这时候才算是舍弃了死生，才算是真正奠定了佛法的基础，步上了修道的旅程，算是水流入了进口。 功德的升起将不会困难。由于具有内在的善因，因此恶缘也难以动摇，能够如法的修持佛法，依教奉行。如果没有舍弃此生，就算知道如何引经据典，或者进入大乘密咒之门，而知道如何修持无二双运等等，也跟世俗凡夫是没有两样的。대내 타다가 된이 님부티와 기부름진 타순도 송바인 대한 천들라 로로네 치망에서 그 동해인집이 최체바디 기부 충원인데 대규래 제베 최라 티베잖아 민도 지디샤나 계시지라 잠도 심제라서 전제슈니 치 계시되라 귀니 로베 미세라도 로베 차는 미창 냠네 상어다 신식이 대표기 로베 미남잖아 녜텔라 잠도 심제지는 머슈서 잠도 심제 최탐지게 사와이마다 마고와 임비 괜신도체 因此，阿底峡尊者开始出汇集一切经藏要义的三世夫道法，其中下师夫
指的是能够舍弃此生、害怕来世恶道痛苦而羞耻的人。如果他的心中没有升起这样的观念，再怎么教授下士父的道法，也是没有办法让他升起这样出离之心的。为什么呢？例如一个人跟随一位善知识接受皈依发心的教授，但之后却不尊称对方为传法老师，因为怕被别人取笑，因此秘而不宣。别人问说：“难道他不是你的师父吗？”这人却回答说：“除了皈依发心之外，其他没多学。”这样的回答就代表了这个人犯了很大的错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皈依和发心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当地听到多多的，被听到多多的写为咩呢？那现在的罗马罗呢？等那偏个马来是吧？确实呢，偏个马来是。所以这一整段其实主要的意思就在告诉我们，如果你没有舍弃此生、厌离现世的话，任何佛法的修持也都不会起到什么作用。从谢说的话，从谢是很大的，还是啥呢？那确个拿到了，还是谢也不得，苍毛老叔谢心给也不难呀，偏个马来是。所以这里有提到，因此。如果没有舍弃此生就算知道如何引经据典，这里所谓的就算知道如何引经据典，是指说，就算你能够很好的引述经典中怎么说，或者做任何的解释，这也都没有任何的帮助。真的这个缺个男家了，可能对吧？这个偏个嘛的是。同样呢，就算是穿着如同这个大象抬着来的，就代表非常尊重的、尊贵的这样的法衣、祖衣，这也没有用的。但呢，上阿拉面给给人的做人了说别个，拉人本你的呗。给就是见过查查不都讲不得为呢呀？他没把就缺过了没收把的，先把的没死。然后，就算是你修持密乘的法门，到你很老的时候都一直修持，其实也没有任何用处，你也跟凡夫没什么两样。因为你没有舍弃此生。拉不赢呢？军生搞的是，这是就是拉不赢的，军生搞的是呢，确保移民啥的，趁的了老马老啊，真正给开发的结果赢不的，当然这个确保移民啥的，干嘛都不加为呢？但的趁的了老马老个过呢，趁结果赢不的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发生？换句话说，是什么样的标准能够判定一个人是修行者，一个不是修行者呢？他的判定的标准就在于这个人他有没有真的厌离现世，或者我们叫舍弃对于此生的贪着。但几点了落马落呢？怕打错了，怕打死了，就确切的弄着不去，确切的就穿着不去。越为明年团都我就我团面吧，就是干来讲吧，团大面吧，别呢没够了就是吹不到，他等着去查掉了。所以，如果你不舍弃此生的话，那么你外相好像在修持，但是其实你的本质上呢是，只是在做一些。辛劳的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而已，就好像你在追逐着海市蜃楼是一样的。这里印度山呢，他不多啊，可能给公布呢，天上给去年呢，前个的说了，怕大印度山呢，他把他他们去看别恐怕特别怕是出事的是，年头的让上给恐怕特别怕是出事的是，谢嘛我把的是。你托把羡慕个把的是，
3대 수미도 계규양 파스 수세레스 대목이 치마 하다 미 류된 잠 토야라 된도 년은 괜다 대 톱사레 삼바도 된대기 미야민도스 所以波多瓦大师也接着说，他也提到说，不要说现在已经根本没有人去追求所谓的片知的佛果了，也不用谈甚至二乘的声闻缘觉的果位了，甚至也没有人在想说要修持禅定，譬如说无色界天投身到无色界的禅定，也没有人那样修持，甚至再下等的，也就是来生投身为人或者是天人的这样的果报，也很少人再去这样追求了。다들 윤생 가르스 교육 때문에 근데 사도미 류된삼 통계 지 된도년게 민도시야 깨졌디 한바 차버래 된기 말레스 라베미나 다들 윤생이에스 된다 윤생이에스 된다 윤지지에스 라베미나 딘사추 생긴 디즈나라 이 겨와치망 예손손지 동해란 집에 로겐게함 야나 겨와치메 된도 삼로 동계 민두스 那么有人听了波多瓦大师这么说啊，现在那种想要追求天人果报的来世人天果报的这样的人都没有了，可能有人就会说，真的吗？你这样说也太说得太过了吧？但是波多瓦大师说是有原因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升起想要厌离这样的现世，或者对于三恶道的恐惧之心都不再有了，也没有这种想要希求来世的能够想着未来的这样的心，也都是没有的。 녀손숨도 깨하게 레데 미겨 주레스 미겨 주부터는 딘상 지 시줍지 땜바 징긴 인생에 된게 딘진 첨부 되죠야 근데 미겨 주부터 배주신 줍데도 제가 디균자나 되네 지 가수에 녀손숨도 드네인두산 디균잔 때나다 녀소숨지 동해는 지대하사데 공부시란도스 那是什么样的业会导致我们投身到像是地狱恶鬼畜生这样的三恶道呢？我们说就是10种恶业，有10恶。所以波多瓦大师接着说，他说现在呢，甚至这些所谓的持教大师哦，甚至是许多的这些所谓的大师，他们也都在努力的在行持各种的恶行，所以更不用说一般的人了。所以现在真的是害怕三恶道的人，恐惧会落入到三恶道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少了。안 다나 생기 티버 치중사 대야 지 되사 된저가 왕기 치중 샤바를 마도베 양베 타지도 지 티버 중의나 베 타지도 중과지다 티버 첨부이나 다 가르쳐다 되사 된저 너나 티버 치중사 티버 첨부를 되네 티버 중샤 티버 중을 되네 티버 첨부사데 샤이브레 다들 인도산에 그냥 알아서를 되베 임이나 티버 중 년대다란 계기 지 람냠솔레야 때 나란솔로 뛰네 삼당비 때 티버 중을 차야 때 티버 친구 차려 티버 지 라는 메모르지 안다 너랑 나란솔기 심규리야 티버 친구기 람점에 다 유레 깨요레스 제제 시에서 가라가고 싶지 않아요 제가 디균셀 때는 어다 디스 티버 중을 쳐야지 마지 가르쳐다지 지 캐수를 치 니주를 치 근데 제가 매다 티버 친구의 남냠스람이 가사지라 티버 중을 쳐야 돼 아직 지나지 거로 중주를 차려 알아 다 이미네 알아서 때비면 티버 친구 쳐야 차려 所以，同样，我们一般会说，大乘法或小乘法。
那其实这也只是相对而言了，所以并不代表说小乘法它就好像是比较这个不好不如的，然后它是我们就可以轻视的，并完全没有这个意思哦。因为其实举我们自己为例子好了，其实对于我们这样的人一般的凡夫来说，小乘法其实根本不是小乘，它可以说是无上乘啊。因为我们的心中根本连小乘的心都很难升起的，所以更不用谈这个大乘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小乘，它其实是无上乘。而小乘之所以会被称为小乘，那是指对于一个已经修持大乘的行者来说，他的确可以说小乘是小，但对于我们来说，所谓的小乘，它其实已经是大乘，或者说是无上乘了。다 대양 배나 팅사야 미카시 가르스도 사 당부 계획 신년지라 계시해야 금들 계시해야 돼 유용 아주 다지 계시해서 주사네 야지 계시 동하게 계시지 말해 계시 동네 지 디그리 전 디 계시에 말해 금디 계시해야 돼 계획 신년기 계시해 계시해야 돼 계획 신년기 두미도 왕원했잖아 계획 신년해야 돼 칙도 두샤네 는 계시사 차수와. 그래서 금디 계시사디 양지 아주 남주 계시 동안 계시데 많이 비체. 아주 다지 람나팅인 더 계시사는 다 간다. 다지 아주 달라마도 차려래. 다제자 라마 계시질 당부 잠주 동바 슈 semge domba shu da shu ne chi su den lama gewe shin de ge korang ge deba da tumba ru chen di ge ji chen di be ge ji deba da tumba ru chi da mo ju na de ne de la ya nge ge kong ye lama yi kong ye gewe shin se ge karre sana chen di ge twenye le bi amena lama de teji geda shida me de wa ji lama nyum chung de ji mi na ta mi shin da le ya ta lama tinge ge ge shi ni nge lama islam na ngo cha wo sa ta ti lama de ti chung ta do ji geda shida mi do se sa ta ti nge lama yin la na ngo cha wo sam ne ane be choran lama ji ka ro ti be sang wa che shi mi do ya na nge lama yin si mi do 되는 미신다 저기 콜 기지티 다 공교랑 라마 말베스 오마 교랑 저기 공급자는 지 최루 슈인데 제발 말베스 기지 지원도 아 가르스도 sana 아다 라마 교사네 지 cam도 심지에 자마다 신다가 슈뇽메스 라고도스 가 말했다 다 가르스나 야 라마 미스 라나 공에 라마 미스 라나 야 교랑 담념을 해서야기 템제기 따지 지 민두자로 용하 도박견 디 캠프스임게 참마도 간 슈규 마중스 된데라고 도스 所以接着波特瓦大师刚刚在内文当中啊，他也提到了举了一个例子，也就是说例如一个人他如果跟随一位善知识接受皈依发心的这样的教法的时候，那在原文里面这里的善知识他的用的词就叫做格西哦。那其实格西这个词它现在变成是一个学位，一般我们说在格鲁派里面会经过考试得到一个格西的学位，但其实格西这个词它就是善知识这个词的一个缩写，所以它其实藏文是给威先拈的缩写，叫给谢。那么所以在这里呢，所谓的原文是格西，中文这里就直接用善知识哦，意思就是说这里有一个人，他就跟随了这样一位善知识、一位上师、一位老师，他学到了这个皈依跟发心。那么，接着呢，这个人呢，他就发现说，这个上师他太普通了，然后呢，他也不是很出名，所以呢，他就
会说这个人不是我的老师。那别人就问说，你不是跟随他学习了这一些这个教法，难道他不是你的老师吗？那其实这个人心中想的是觉得，因为他那个老师也不太出名，太朴素了，然后呢他自己还会觉得丢脸，所以呢他也不敢跟别人说这是我的老师，所以他也就回答这个人说，哦，他不是没什么，因为我只跟他学了这个皈依跟发心而已哦。所以其实这样子说的话，就代表这个人他根本不懂皈依发心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大家解释的也不满了，讲着的什解释啊，确他们这个早啊，本来讲着啥的，即确他们这个早啊，什解释啊，提不清楚的，就确他们这个早啊，都差的啊了。今天就上的，讲着的什解释啊，确他们这个早啊，也嘛蛤蟆我为捐心都钱不来。刚才说你讲着什解怎虚了呢？讲着什解的这个确的确个太了没得了东西。这个讲着什解啥的，这个确马上动作起的应该东西，给这写的也不嘛。所以这里波德瓦大师也说，这样的说法是很有问题的。其实真的来讲，皈依跟发心，它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而且尤其发心发菩提心，它就是大乘法教的根本。所以会这样子回答，哦，我只是跟随他学了皈依跟发心，这样的说法好像说根本皈依跟发心还不算是佛法，所以这个说法它本身是有大问题的。양 가시기 최슈의 qabla 간지치게 됐잖아. 라마지 군도 최슈의 qabla 가르치게 됐잖아. 얘는 최슝게 되게 라마들. 당에 교란자 최슈는 드그레지. 이나 미신다는 얘 최슈선스 단에 밀라비아가 나지 깨나. 근데 얘 교자는 최슈 인스테. 근데 랑거들의 도스. 답이나 최슝게 저와 되게 라마들에 교란자 최슈는 드그레지. 이나 얘 you need to promise you won't tell anybody. There are also some people who 还 go 有一 to 些学生，我会这样子跟他的上司说，我现在来跟你学法可以哦，但是我学之前，请你先答应我，就是你不可以跟任何人说我有来跟你学。如果你答应的话，我才跟你这样子学。 라마다 로멘 데바디 다 캔사우든데 팅상 아데 니만 아도 왜 주질레든데 라마다 로멘 데바 캔사우든데 망고도 所以呢，这样子 And so this is a rather 奇怪的一种师徒关系啊，真的在现在末法时代里面，什么样的状况都有啊。 다마 무드 운동이다. 얘는 현대 시대에 책을 잡는 연대의 예배 대rin기에나 미니 냠바 샤다충 대나 천대를 로로바데 뉴어도 청주스버 켈렘바 마워도데 대라야 천대버 송암 냠 알라네 두눕시나 지숙체 냠네 상편적인 뉴마템바야 마중데 최기 내탐제 대내 고 곰자자 대코나 채워를 중 现来呀，提出越多，越的5年的空了些呗，空俺的300吨呗，咱没中，俺样空了些天，俺样空了1亩，哪儿难度苦力就没准呢，全忙不写个排名度。接着讲到内文哦，以我自己的想法来说，所有曾经结下法缘的上师，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句句都是无价的。舍弃今生的人真的是非常的少，然而说自己是菩萨的人却又那么的多。我觉得这些人其实都是为了今生的一些利益才会那么说的。对我而言，在乎的是如果今天晚上就死了该怎么办，我都不会多想明天之后的事情。 明白了死亡无常的道理，就会了解万法的要义，这也是最重要的修持的道量。有时我会以为别人也跟我有一样的体会，因此会跟别人分享我的想法，但我发现其实他们和我的想法完全不同，结果会变成我很担心他，他也则对我很失望。一般而言，如果内心没有一种笃定，懂再多的佛法也没有用。大家呢，
当俺那中国那成那个去年写本能行记，年嘞写吧，哪年打过呢？打卡里开起个的是呢，唐不的开起去的卡的是呢，那么嘞开起就要嘛的是。咱们早啊，新年定数送不能行记，大看到这唐不卡里开起话的是呢，那么嘞开起话是没事。对于一个真的想要学习修持佛法的人而言哦，没有比依止一位老师更重要的事情了。所以，我们从整个道次第的修持上来说，最开始第一个你要了解的就是如何正确的依止一位善知识，或者说依止一位老师。大电商别人我自己 iPhone 啥都不当，大 Samsung 啥都不当，等大那些个搞来的这个样这 computer 什么的，老练咱们的鸟也搞了样啊，这大家忙不起。大过了 GB 卡在都 RAM 卡在都，搞来说的加搞说的 size 卡在也把它大忙不起大。懂得如何观察依止上师是很重要的。别说其他的，就算是你现在要买一个手机好了，不管是苹果的还是三星的，还是或者你要买台电脑好了，你首先都会先好好的去观察分析哦，它的这个作业软体是什么，它的速度有多快，容量有多大等等。卡巴的就是之前的，他攞经验机嘛都必须当要嘛，攞经验机必须当要加拉的。但这了样啊，就卡拉看什么都不去，大这些这了不同哪路去这些，啊就大这去要的。那事实上，这些产品你最多也真的只好吧，多用1年，最多2年吧。那你就要花这么多的心思，好好仔细的比价，好好仔细的性能的比等等，这样去看。大电商拍了呀，去的时候我们呢拍个不去了，去的时候光是不去爬山啊。大电商去的时候地是光抢的，大的时候光抢清楚是个。现在大，我从这个大电这开始用眼的这大牛啊，或你最多的是新个人，这大牛的是啥呢？俺们看了大，说的时候大，今天也不了大，也了大，用了大。张望了大这钱呢，还说忙不起，大家忙不起好了嘛，到南山去，这大家痛啊这么给的牛会好嘛？所以像以前的话，听说这个前一阵子吧，这在西藏来说，那个獒犬有没有是这个很夯的，就是贵到不行。但现在好像一下子也没人买了。但现在呢，听说这个马呢，又是大家喜欢要去买的。那讲到马的话，我小的时候就还有些经验。我在藏区牧区的时候，所以那时候看大人们他们说怎么买马呢？你不是随便看了就买的，那个你都要好好观察的。先第一个看它的嘴巴，看它的牙齿怎么样，然后接着看看它右边，看看它的左边等等。总之。那光是买匹马都很不容易的，你要仔细的去看它，然后才能够买的。我呢现在天上就是来去出现对了不紧张，打了啤酒西要嘛了但现在就没看见打了搞不有的吧，等这就是个娘的嘛，都啤酒西我嘛呢是啤酒西要嘛的，这因为呢打了搞不有的是个，打了呀呗，打牛肉搞了看打这忙不起去。牛会要的，光请不这些牛会要的。要花这么多的心力哦，就是为了买匹马。说实在的，在现在的这样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老实说，他也不会把马当交通工具了，所以他只是买匹马，这自己好玩而已哦。但光是为了好玩的这个目的，他都可以花那么多的心力要去观察、分析，然后才买一匹马。打拉玛山的跟着起来，拉玛山的。我呢现在对台湾的呢成熟马都给把个打，就所以个我跟他讲呢，这是啥的？大看到日记大部3年长度，我跟他讲呢3年长度，看到的这你是你个热对差啥了？真的就差的啊。那上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一个对象呢？上师他可是我们从现在直到我们未成佛前，都是我们的
心灵的寄托处，都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也是真正能够守护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对象，是我们今生来世的依托。tene Hindustane lama di kibu thamba yime likbar takje chene kyamne shugwade kechum chade. 由于这么的重要， And so for that reason, it is important 好好的花时间去在医治前好好的去分析跟观察你所想要医治的上师。 takje machebiche thangbo takje machebiche lama ten ta tene chisu lame loma lu yondu sane lungen de mangu yondi yares ta de chojine lame gyere la chojine lome gyere lama le lunde chene ji karjo lumbu teba chene sana dado monde chen chebe gyen chade yare chezan di gyen di lama chigbu gyen ma yimba lama de tenging lome gyen chade. 所以真的是大家在医治一位上师的时候啊，之前要好好的做观察。如果没什么观察，然后就这样子一股脑的去医治了的话，就会发生结果被骗了这样的状态哦。所以一方面来说，的确问题出在于上师吧，他干嘛要欺骗这个弟子？但其实另外一方面来说，错也在弟子的身上，因为他首先没有好好观察，他首先是迷信的就医治了。 所以这也不能完全说是那个欺骗的上师他的错误而已，也在于弟子的迷信跟没有观察。那等于讲是吧？那些俺自己卡巴的是原来呀，大致结果多啊，俺是同样结果多啊。但因为拉玛点就是俺就是让大致成，现在俺让说全部人拉玛的卡巴的人给其中，那咱这干人还顾不到。所以有时候想想，我们会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比价买个手机。 然后，但是却那么轻易的就相信，就跟随了一位上师去了。我有时候在想，到底上师跟手机哪个比较重要，哪个比较这个珍贵啊？当然是俺做天上 consumerism， 在这个人路特别强的那个印度上呢，俺做的俺江浪机当时，的搞的啥呢？本来风景女吧，的别就是啦，要我们都呢，怕苦尿着线，大就是的。 가바람 딩에 공천 버те 있는데 기술 배주장에 하고 면도스 아 컴퍼니들 총관들 요르 셰셔 제장 아주 뒤삼로 딘르지 코치 수수인 게 먹을지 라만르지 당보지 다제 맞지 라마지 때아 디제라 라마티 로마트 루윤두사네 람삼베지 라마텔라 크리티사이스는 다도 배 교르치지 제가 참정 아주기 지 가르소에 수수인 겐쿠르네 그 뒤에 지 피게 지 깜번인저지 초반저지 민저지 녀저셰세에 섬텐데 아마다데 당부의 수수인 겐쿠 아 라바르도지 라마테아사데 베나 쳔딜레다 직전 라마데 녀저셰쇼르데 쳔치마 과녀저셰아도 갈라카부로 데네 인두산 디균센테네 다간다 지 가르소에다 지 푸기앙을 미역이 삼로시 당한체 수수인 겐쿠르제 아니 大这些话的可以这么查的。尤其啊，我们现在都被这种快速的消费的这种文化给宠坏了，所以我们很多都习惯于这样冲动的购买，然后结果就又很冲动的去投诉或者是抱怨。譬如说，你可能买了一个东西，很冲动之下买了，然后呢，你发现不好用，你马上就跑到那个公司的客服，又去投诉，又去抱怨什么的。其实有时候想想是自己，你首先就太冲动了，其实是自己不负责任，你没有好好做观察，你没有好好去分析，然后你就买了。然后结果被欺骗之后，你又开骂，然后又开始投诉，又抱怨。有的时候我们医治上师也会变成是这个样子哦。所以我有时候想想，很多时候责任在于自己，你不要带着世间现在这种世俗的文化哦，马上就去抱怨，马上就去投诉。今生你还有机会去投诉，但是来生可能你也没那样的机会了。所以我这样讲的用意是说，今生你要医治一位善知识的时候，你要想远一点，不要马上一股冲动就去医治，迷信就去医治，而是你要想，他可是要带着你生生世世的这样的一位
的福祉的这样一位上师，所以你更要好好做观察，再去医治他。当然了，是拉玛上不一年的，拉玛年不一年的，当然了，论点起来要嘛的是，大这件大型节呢，大看到的呢，搞出来这南州的那边关呢，搞到大这些呢，人家特别吃苦的是，古松土的原点啦，大呢，以前不是全部移民呢，那这没多别特别是那样子，没错别特别是那种，真正是这个样的是。대 마게 봐도 무구 공부의 운동도 라마 주구의 운동도 제한 상황로 지 땅나레스 다데 디스 펜토 말스 진남 주sam레스 다 간다 근데 지금 은혜 자네게 랑게 심규리아 인공 리베팅네 간다 구송토레 지 다신 제베 이체베 대바치기요 所以总而言之哦，当我们在医治一位善知识上师的时候，先不谈这个善知识他是好是坏，总之不要冲动的就去医治他，不要没有做观察之下就迷信的去医治他，自己要观察，自己要有智慧理性的去分析去观察再医治，这是最重要的。所以在这里面也提到说直到你真的透过观察某位上师善知识他身口意的功德，而且也升起信心之后，那么这时候你才是真的对于他有正信，才算是对于上师升起了不变的信心哦。在这个真实的信心升起之前，无论你再怎么样的好像恭敬，对于他有各种恭敬的举动也好，或者是你再怎么样好像想跟在他的身边也好，其实这些全部都只是假象，都只是一个假修而已，不是真的。所以我们说你一定要真的从内心深处的观察了上师的身口意，然后升起了不变的信心，这个时候才是真的一个正信的修持。얘네야 나 딱지 지사 책이 깨지 셔요 주사네 아 미망 못지기 3년 나라라 다 인지게 misunderstanding 거지 양배 지 고알 로버를 내가 있는 거예요 딱지 지스도 인지민지 교양가 세네 배 가르쳐지 밀리비 차경가 쳐줄 수가 없나 딱지 지스 주사네 지 리비 차 간제도 그봐 조대다 리비 차라고 간제도 교인 장가처는 미기배 청주체야 미기배 교용홍주체야 이제 교인 매나야 교인 소아로지 된지지 깨자 말해 간다지 밀려야지 미시 딱 간다라 강사들지 리베 찬도다 민도 조지 릭샤네 삼도아 다디 개점이 있어 말아 딩사망 뭐지 다지 지스들 더도 지부들려야베 미디 두자나 경가 인디아마도 미디 야부 인디게 딱지 제변 저걸 미하고 통딩에 시라라 매딩에 수시. 근데 이제 다 딱지 지세야 돼. 랍미병에 차로도 상상. 다 딱지 맞에 가서는 딱지 제외 쉬고래. 미상말로 누가 경험하면 야가 통화 매딩에 그렇지. 근데 차리고. 다디디 딱지 지란데 노로 인지를 삼정게. 所以这里讲到要观察的时候， 그래 가시 내용으로 받아 그 가르치기도 그 가르치기도 배 따네 정말로 받지 배지 교육장가 세네 그 가르치기도 그 가르치기도 가르쳐다 가시지 간조네 근데 올 네 친구들이 알아 배는 대단히 유기를 도와도 내 유기지 내가 가르치기도 내가 가르치기도 따댕이 이제 유기를 다 이미 디지털 팬통한다 아주지 但是呢，讲到了所谓的观察上师哦，或者说观察这里所谓医治上师之前的这种观察哦，大家不要有了误解，因为这跟一般的观察不太一样。一般我们的观察，现代的人多习惯的是去看他的不好的地方，好像他没什么问题，偏偏要透过我的观察，你要找出他的问题哦。这不是这里所谓医治上师之前观察的意思，在这里所谓的观察是指你要观察他的身口意的功德，他的好处的部分，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不然我们这样子如果带着一种错误理解的观察，你常常结论会是
全世界没有一个值得你一直的上师，会变成是这样了，因为大家都是不好的，没一个好的了。那如果是这样下去，我也没人再敢说要观察上师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对观察上师的时候的观察的一种误解。举例来说，可能现在在座的就有人在观察我，哦，他在说什么，他在做什么，然后好像要挑出毛病，找出问题。那我觉得这样是没有用的，就是说这样子对于你要医治一位善知识上来讲，它其实是没有用的。哎呀，大家认真想呢，当然，拉玛朱巴，拉玛年就切下的，全都他刚才是拉玛的，古松都原点啦，但是切呢，那以前不是全部呢，拉玛朱巴下的，他就我那是那个前天春天都是用多的。现在嘛，是不是听说拉玛朱巴医生开始的都是啥呢？Om Bejang Gurus， 吧，Om Bejang Gurus 啦，第几的话，民主呢，本来就偏的，Om Bejang Guru 这是 Om Bejang Guru 这是阿红是吧？拉玛的名的这是谁呢？Om Bejang Guru 这是阿红。这年把长点了，然后期间的不进呢，Om Bejang Guru 他 Jack 阿红是哪个呢？还是哪个？他这里是，前面就是前面，Om Bejang Guru 他看他这插花红是这把路去阿红是，人家讲个把年半段的参当呢，对都是，他这也不马来是，那么理解见面就看中门就是被让出去的，就说是给这样，就那面呢就是咱们的这，说是让出去的，咱们的水呢，就咱们的短的啊，这偏到。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所谓修持上师瑜伽，或者说修持上师相应的这样一个法门？其实就是当你透过了观察，对于上师的身口意的功德，你真的升起了一种信心、一种正信的时候，其实那个当下，你就算是修持了上师瑜伽，就是上师相应了。不然的话，现在很多人在修持上师相应法，结果会变成就是把藏文会念 Om Banza Guru 阿哄嘛，然后那个 Guru 就上师后面就加上你的上师的名字。如果这个上师叫扎西的时候，你就会念 Om Banza Guru 扎西阿哄。如果他是个外国上师的话，你会说 Om Banza Guru Jack 阿哄，就是杰克阿哄。那如果中文你又加一个另外一个什么上师的名字，总之就会变成这样子念持咒闭关一样哦。这个都是一种迷信之下的一种修持，你都没有真正带着正信，所以这种只是装模作样的在修一些上师相应法而已，都不是真的在修。다 보도와 코랑 그 수나 보도에서 가르 수어라스나 네 라마 탐바 마인반 최슈 마뉴스 당고데 라마 탐바 마인반 최슈 마뉴스 다가나 신기 라마 탐바 레지 군드니 최 나레서 말 최베 이 치수 제반도 그지 최 치수 제바 잠 휴제라 단 정규의 녀목의 띵도 지你不定就越不记得，你人有个牛毛定的就本就越不记，马到别个，那这个，让这个缺下的被卡些钱，被缺卡了小的什么的，看了嘛些样的去差的，现在这里啊差没有事，缺下的些呗，缺些呗，些呗就不平了嘛，那边拿了呀，俺是韩国就不平了嘛。大家那是去的看的嘛，足球面呗，谢谢呗，平个面都是。但是去啥的，让个心球了，叫些不知道。去到看上你不的，就平时大家的就去到我们这不都，听这就平时这里啊，这个说些，那就过度。去娱乐叫啥的，花的看的都啥呢？去呢看书不的。那所属的心具了，伢说嘞，哪人大的了，却娱乐叫哇啥东西。所以接着波多瓦大师说，他就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亲近过不如法的上师学法，我从来没有亲近过一个不如法的上师而跟他学法，从来没有过。
然后所有我跟随过的这些上师们，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语，都是能够用来对治我的烦恼，而且他们这些教法从来都没有变成，对于我来说都不是一种学问，都不是一种口上说的道理而已。接着波德瓦大师再说了，他说其实口上说的知识没有用，你头脑中的理解、脑袋的理解也是没什么用的。重点在于法要入心，重点在于佛法跟修行的人要没有分别，如同水乳交融一般哦。所以在这里所谓的佛法要入心的意思是什么？也就是当你实修了、实践了佛法的时候，这就被称为叫法入心了。다가나 최당 강사사 강사스도 가르쳐서는 최사도 아주 냠내치하기 다간다 지 된다로 될 최사 다 냠내치기 될 최사 냠스 랭갱이 밑에 강사사 단도는 냠스 랭규 최대다 냠스 랭갱이 미니버디 버루리아 파타 매바스나 다도 간다를 훈이 지질을 징대는지确这娘说连件是的啥呢？确个男确实的啥呢？这速度也不起，娘说连件是速度也不起，娘说连件确实的，怕最后的别些难落来呀，有点不怎么些。娘说连件是提起落的来样，这没插过去也不起。但国内不如了咱呢，这不咱呢没不起，他说他这。确你写定的人，他刚才写的啊，对的，你要是能给不如的米的开发全部是大有的，真的差别呢，真的确你们强死过嘛？这里我们会说，佛法和行者两者是要能够交融的，要能够合而为一的。那么所谓的佛法，也就是我们修持的这些内涵内容，也就是修持的一些法门、一些方法。那么什么叫做这里所谓的行者？指的就是你要去实践这个方法的人。所以这两者它不应该有距离，它不应该有任何的差别，它应该要合而为一的。所以什么是一种错误的修行？也就是修了半天呢，你还是你，但是佛法也还是佛法，然后你自己在这里还是一样坚固的你，然后在佛法是很遥远的，可能在远远那一边的一个某个方法、某个经典、某个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始终你就没有办法做到所谓的法入心，那这也就不是真实的修持。大概呢，这娘是人有缺的年纪，这不是研究切。你这啥的，甚至他们就东亚的天，基本上上上个真的这个呗，落专门明白，山上长的，到你这个呗落呗，搞说这我那是人台湾的真的这天的啊，这里年纪是有的，但就是的呢，年纪年龄是点个搞说，控制差不，甚至刚刚了这东亚从那基本上上点个的真的这样呢，那过年你打点嘛上，你们说两个人干啥的？甚至他们东亚从那基本上上点个的不是不是？娘说邻居说的，甚至他们东亚的天呢基本上，娘把这真的就过也不应该，可能路途也没弄吧，真的差说呢，对不对？但觉得干啥你，跑到越边顶头，觉得干啥你两个差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在修持悲心的这样的一个法门，什么叫做悲心哦？这个方法，它其实就是你真的发自内心升起一念心，说：“哎呀，众生太苦了，他们离开痛苦多好啊！多希望众生离开痛苦啊！”你是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种观修，这就是悲心的修持。但是你看，很多在修悲心的人哦，他那个样子凶到不行，一下子就情绪来了就生气。那好像他在说的是一切众生你都给我苦啊，有多好，就是当他在生气的时候，那样的情绪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在所谓在修悲心的人他跟这个悲心的法门根本是相违背了的。
那是一个是想要众生对方离苦，但一个是想要你要有苦哦。所以这个时候，它不仅是说佛法跟它本身是有距离，甚至佛法跟它本身是相违背的。当然忙不起来说明，那点怎么写呢？那边告诉的，阿德里报道的，去了人们点怎么就参不下去去，弄起来人家对水面都。好，那我想今天这一次的波多瓦大师的修心的教言，我想就讲到这里了。那看看时间也没时间给予口传了。